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返嚟我呢個 channel。香港麥當勞已經開咗50週年，今年有好多慶祝活動啊！踏入10月份，佢就喺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舉行咗麥當勞50週年展覽，門票一賣呢，唔使幾耐已經賣晒啦。所以今日小編呢，就同大家一齊行下呢個展覽，睇下有啲咩特別嘅嘢同大家分享下啦。Let's go！ 中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。成個展覽有2層，總共有12個項目咁多，都真係有排睇嘅，所以佢就冇時間限制。等入場嘅時候呢，你可以先拎一張明信片。之前啲片見到有張全家福就已經俾人掃晒啦，我就拎翻張小飛飛，而我朋友就拎咗張滑嘟嘟，都幾 QQ 喎。你哋又中意邊個多啲？不妨留言講下。我哋就 book 咗下晝3點，1到3點就準時開放入場。一入到場就見到呢個麥當勞招牌，仲有呢一個大螢幕牆俾大家可以影相打卡。當然唔少得麥當勞叔叔同埋佢張長凳，而旁邊亦都有另一個打卡裝置。不過職員咧同我哋講可以先行完展覽再返嚟打卡都未遲。咁好，我哋而家就先去到麥當勞嘅起點1975年。哇！呢個廣告啊，仲係當年麥當勞叔叔。一去到呢度呢，就先見到1975年嘅百德新街，即係銅鑼灣嘅一啲特色店鋪呢，就重現喺大家眼前。有各式各樣嘅店鋪，例如電器鋪、藥房、涼茶店、洋服店，另一邊仲有眼鏡店、文具店，同埋買少見少嘅報紙檔啊！呢個報攤呢，除咗各式雜誌之外，仲有唔少報紙。當然唔少得仿製1975年第一間百德新街嘅麥當勞，一陣間都會同大家睇下啦。仲有當年嘅海報添。呢條百德新街唔同商店都重現翻嗰個年代嘅商品，例如呢間達明電器店就有各式各類70年代都會見到個電視機，唔同電視機都播緊唔同關於麥當勞嘅片段，包括麥當勞經典廣告等等。除咗電視機，呢邊仲有其他電器，包括有收音機，仲有唔同款式可以聽埋錄音帶嘅。下邊呢仲有風扇啊！呢啲風扇呢，唔知大家以前有冇用邊一款嘅呢？呢度仲有個巴士站嘅牌。呢間星光眼鏡店就有各式各樣嘅眼鏡出售啊！眼鏡店就喺展覽入口位置，可能有啲人會忽略咗，唔知大家又中意邊款眼鏡多啲呢？呢個報攤呢都有各式各樣嘅雜誌報紙，都證明咧70年代呢係出版業非常之興盛嘅。而呢度嘅報紙呢有唔少呢而家已經冇噶啦，僅存可能就係得翻東方同星島咯。銅鑼灣呢頭一定有藥房，呢間新昌泰藥房唔知係咪嗰陣時已經係呢個名嘅呢？我哋睇下裏面先。佔地唔係太大，但係已經有齊各式各樣嘅產品，呢度都會揾得翻唔少呢。而家都仲有得賣嘅，有啲呢，佢就悉心專程去揾翻嚟，仲有花露水啊、止痛膏啊。呢間嘉華洋服店以前呢，就真係好多人呢特登訂做洋服嘅，所以洋服店以前真係一門大生意。上面仲有間紅寶石酒樓。70年代嘅人呢，唔少都中意榴蓮涼茶鋪。呢間百德新街呢都有呢一間涼茶鋪，有晒經典配置，包括呢一個銅煲就有涼茶，仲以前啲涼茶就冇膠樽裝嘅，全部都係一碗，一飲完就即刻走，都幾方便嘅。以前有啲涼茶店呢，好似而家飲咖啡咁，有晒收音機電視，可以留成個晏晝都得嘅。文具店一定係小朋友最喜愛行嘅地方之一。當年有各式各樣文具玩具，呢度有以前最興嘅西瓜波啊、呼啦圈啊，呢度都見到有唔少花紙，入邊咧仲有各式文具，哇唔少咧都好有歷史下嘅。呢啲水泡同埋嗰個藤籃呢，而家真係好少人玩嘅。呢度仲有鋼筆，當然唔少得中華牌鉛筆啦。唔知而家學生寫字仲多唔多會用鉛筆嘅呢？不妨留言講下。係時候入去第一間麥當勞參觀下啦。佢還原翻1975年麥當勞嘅設置，由收銀、出餐位、個廚房，好多嘢都還原翻當時咁樣。而旁邊嘅座位呢，當然同而
而家麥當勞係好唔一樣啦。依家麥當勞當然冇咁多卡位，而且亦都未必有咁多 iPad 等。唔少朋友咧都立即咧坐低咧影相打卡留念，做一份餐俾你影埋相添。再仔細睇下呢一個廚房啊，呢個廚房咧都還原得幾真實下。因為小編好細個嘅時候咧，曾經有機會入麥當勞個廚房參觀過，個設備大致就差唔多，仲睇到當年嘅價格添。當時嗱即2蚊杯，仲有呢一個飲筒機啊！以前咧大家都拍唔少噶啦。跟住呢度有唔同嘅小食，包括蘋果批，當然最出名係魚柳包，嗰時賣2個半。唔知大家去麥當勞又中意食啲咩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如果有睇過麥當勞50週年嗰段微電影，就知道呢一個就係當年第一間麥當勞開幕嘅相，而下面咧當然又話謝霆鋒重演75年開幕嘅相，而相片旁邊啊仲有幾件衫，就係仿製當年麥當勞員工制服，可以俾大家試穿嚟影相打卡嘅。我當然有試着啦。走過呢條隧道就會進入展覽另一部分。呢個隧道呢，就有晒好多霓虹燈牌，亦都係一個香港特色。而家香港咧真係買少見少啊！有部分呢，都係當年真係有嘅商店，即係例如頭先嘅翡翠明珠戲院啊、大丸百貨啊等等，呢啲都係真嘅。不過當然唔少亦都係重現出嚟啦。除咗霓虹燈牌、街道牌同埋交通燈，仲有當年嘅廣告啊，呢度都會見得到。走過隧道，我哋就進入展覽嘅第2部分，去睇下更多麥當勞喺香港50年嘅珍貴回憶，同大家分享下。首先，當然見到有唔少麥當勞嘅經典廣告啦，包括呢個風味包、24小時麥當勞等。呢度真係有唔少打卡影相位，包括呢個大 M 字麥當勞，大人小朋友都會過嚟走嚟影。跟住呢邊見到麥當勞過去50年嘅包裝盒又演變啊！以前呢就好多都係用紙啦，甚至去到80年代開始就有發泡膠啦。咁去到後期咧，環保意識提高咗咧，就唔再用發泡膠，就改用翻紙啦。而呢邊嘅熒幕都會分享咗麥當勞喺香港50年嚟嘅一啲歷史時刻，例如開心樂園餐、換購玩具熱潮啊。而旁邊呢一個陪你默默回憶咧，就介紹咗香港麥當勞其中50個得意事蹟。年頭喺大家周圍揾麥當勞嘅長凳嘅時候咧，嗰度都見到唔少噶啦。呢邊滑嘟嘟書局真係有好多書。有齊好多麥當勞50年嘅經典產品廣告啦，亦都有餐紙啊！唔知大家有冇儲餐紙嘅呢？呢啲廣告呢就冇得儲，除非呢報紙雜誌印咗，你可以剪嚟收藏嘅啫。呢度有唔同經典產品，唔知大家中意食邊款多啲呢？呢度啊，仲有一啲特色餐紙同埋特別推廣活動，俾大家可以重溫一下經典。例如呢個大富翁同埋急口令咧，當年咧都好多人玩，仲有滑嘟嘟可以同佢影相添。講起急口令啊，好多人都有玩過，包括小編都有玩過。我哋玩咧真係呢個版本啦，已經同舊時嗰個急口令有啲唔同。大富翁遊戲咧都係我最中意嘅一個項目之一啊！到10年代都仲有搞過2次添，當然冇人知道個太平山最後邊個攞到啦。嚟到漢堡神偷制服店，呢度就重現咗唔同年代麥當勞員工制服，由最初嘅紅色去到中間似過出現過黃色甚至藍色，依家又去返紅白色，仲有當年嘅徽章。行到隔離小飛飛玩具館，掛名玩具館，梗係有好多玩具啦。呢啲全部都係開心樂園餐嘅玩具啊！講起開心樂園餐呢，相信各位大小朋友呢，由細到大都食唔少嘅。呢度咧就展出咗唔
同款式、唔同年代開心樂園餐玩具，當然有麥當勞叔叔成家族啦。呢度亦都有啲麥當勞開心樂園餐嘅歷史，例如95年第一款玩具究竟係咩樣嘅呢？當然梗係麥當勞叔叔家族嘅成員出嘅第一款玩具啦。之後呢，當然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角色，即係例如史努比啊、迪士尼啊。呢度呢，竟然連 Muppet 都有喎，仲有 Mario 添。而旁邊呢，都有其他種類，就例如有斜流丸啊、哆啦 A 夢啊，呢度都會揾到。哇！原來哆啦 A 夢起碼出咗幾次，有好多系列，唔知大家又儲過啲邊啲款呢？嗱，呢啲又係我麥當勞叔叔佢哋嘅。頭先講斜流丸呢，原來咧都曾經出過3款喎。除咗頭先講過史諾比之外啊，小編仲記得呢，曾經出101斑點狗呢，佢真係出成100隻斑點狗俾人嚟換，都係另一番熱潮嚟嘅。要數到麥當勞嘅回憶，當然要數到蘋果批樹。蘋果批樹以前好多麥當勞分店都有，不過而家咧所剩無幾啊！大家又估下最後一個喺邊度呢？喺頭先默默回憶嗰度都有開估，就係喺石圍角呢度。有睇下其他有趣分享，例如長洲限定就係脆香素菇包，呢個真係長洲先有。仲有麥當勞火車餐車。睇完1樓展覽部分，就係時候上2樓睇埋剩低嘅部分。上樓梯之際呢，就見到呢一個樓梯旁邊呢，有好多畫俾大家影相打卡。間唔中你仲見到小飛飛、漢堡神偷同滑嘟嘟喺個熒幕度出現添。部分嘅畫作呢，其實之前喺年頭宣傳嘅時候都見過嘅。上到嚟樓上就睇下啦，呢度有個自拍亭，哇，50蚊一張。隔離就有一個秘密空間，去睇下有啲咩秘密先。睇完秘密空間出到嚟，就可以認識下佢哋滑嘟嘟、漢堡神偷同埋小飛飛嘅個人資料啊！呢度呢，就睇得翻佢哋唔少嘅一啲珍貴記錄，就例如初滑嘟嘟個樣係咁，係有4隻手，係咁周圍攞奶食。呢度仲有埋佢 profile 添。漢堡神偷個樣呢，其實係有變化過嘅。依家見漢堡神偷個樣就比較 Q 啲嘅，嗰陣時個樣呢，就真係似個神偷多啲嘅。真係刷眉刷眼。原本個碌呢，真係嚇親啲小朋友。講下小飛飛啊，呢個小飛飛呢，係80年出世，係一隻雀仔嚟嘅。初呢就唔識飛，佢又好想學飛喎，同埋佢嘅特色就係好中意食麥當勞早餐，仲想全日都食添，即係我哋 Buffet 啦。有齊佢3個資料，但係點解冇麥當勞叔叔嘅資料嘅？嚟到 I'm Loving 連限定店啊！之前呢，睇其他片都見過有產品介紹咯 ，T 恤啊、棒球褸啊，甚至 folder 都有。小編都真係心喐喐想買下嘅。喺佢後邊嘅壁畫廣告都真係幾靚。如果長期展示都幾好啊，係咪先？但係後來先發覺好多嘢都賣晒咯。2樓最後一個部分就係戶外花園，主要有2大部分。首先你見到 Minecraft 造型、麥當勞美食、Big Mac 薯條，另一邊就有麥當勞叔叔長凳。之前大家咧揾全香港，想揾齊麥當勞叔叔嗰50張長凳喺邊度？依家唔使啦，嚟到呢個位啊，其中20張長凳咧都喺齊度，俾大家坐定定、企定定喺度影相打卡，一直由前掃上後面，你都咪話唔壯觀，好似成隊軍隊咁。嚟到呢度，麥當勞50週年展覽就嚟到尾聲啦。最後我哋當然要落翻去影相留念，作為一個最好嘅結尾啦。呢個展覽好睇嘅嘢實在太多啦，絕對夠你行2-3個鐘頭都得，真係好多嘢影相打卡，絕對值得參觀啊！我哋今次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仲要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呢，佢就會通知你㗎啦。